日式和平接到印尼渔港的投诉，讲伊伫2019年到2024年伫台湾远洋渔船工作受到不当的对待，呼吁政府就要进行调查哦。渔业署嘛表示讲会公正来调查。印尼的渔港向日式和平东南亚分部投诉，有人控诉逐工工作时间有21点钟，某渔港控诉事故造成正女目睭青霉，无得到医疗处理，佮有足额的赔偿。12艘渔船确实有疑似强迫劳动，那或者是有这是渔工遭受不平等对待的情况。你准点无一定会当用手机收证自保，这指控无直接的证据。针对渔业署推动渔船顶头装 CCTV 来记录渔港工作情形，防范工时过长，这是受到虐待。渔港团体认为效果真歹。就没有办法利用这个 CCTV 来看他的记录到底有没有被剥削的情形吗？没用的，而且他是在监控劳工，他有没有做坏事，他有没有偷懒，这样子的作用比较大。某渔港防流离海外，透过第三方来发薪水，佮无缘无故方扣薪水，嘛伫这届投诉之中。套到陆地上的任何一家公司都不可能是这样子，中介公司来付我薪水，那为什么这么畸形、这么不正常的情况，可以在渔业这样子生存下去呢？红点名的12架渔船全部拢互渔港指控欺骗、扣留身份证件，将近6成限制行动，有一半超时加班。如果说这一些被指控的渔船上面有已经装设了这些 CCTV 的话，当然我们也会来调动一些CCTV 来看哦。渔业署也会持续跟印尼来寻求合作，共同强化保障船员的权利哦。针对民间团体呼吁启动调查，远洋渔船应该装 WiFi 无线网络等设备，才会当出港等等的诉求。渔业署回应会来公正调查 ，WiFi 部分会先制定指引，一步一步来推动。记者林俊平做台北报道。